Hanson 爆野火言論，自由黨又傾拉鋸戰。Coles 誤導顧客，惹官司。澳洲食物嘅浪費。馬年運程逐個睇最終篇。兔、馬、豬。大家好，我係 Jason， 歡迎嚟到我哋呢個用廣東話分享澳洲大小事情嘅頻道。今日係年初四，我喺度恭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。希望大家都有一個愉快嘅農曆新年。我哋呢一集會 update 下喺呢幾日澳洲政壇發生嘅大事。Pauline Hanson 又講大咗，佢究竟講咗啲乜嘢呢？喺民生方面會講下 Coles 俾人告誤導顧客，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呢？另外，我哋會探討一下澳洲浪費食物嘅情況。最後當然唔少得我哋馬年運程嘅最後一集。今次講嘅係兔、馬、豬。如果等咗咁多集都未到你嘅生肖嘅話，今次一定輪到你哋啦。好，節目即將開始。Hanson 爆野火言論，自由黨又傾拉鋸戰。澳洲政壇呢幾日真係好似一場大型綜藝節目，前台有 Pauline Hanson 爆野火言論，後台有自由黨內鬥。背景音樂仲係央行講通脹。Hanson 喺訪問中爆咗句：你哋話有好嘅穆斯林，對唔住，我唔覺得有。仲話穆斯林憎恨西方人。呢番說話一出，總理同政壇主流即刻齊聲譴責，話佢煽動分化，完全唔符合澳洲價值。社會反應更加激烈，有清真寺收到威脅信，家長驚到唔敢帶小朋友去祈禱，搞到宗教社群人心惶惶。Hanson 雖然之後講咗句有限度道歉，但堅持自己係針對激進伊斯蘭，唔肯收返言論，令事件繼續升溫。同一時間，自由黨新領袖 Angus Taylor 就傳出想推動右傾政策。乜嘢叫右傾呢？簡單講就係偏向保守派，強調傳統價值、國家安全同社會秩序。喺移民方面，通常係收緊入境門檻，例如加強審查、提高語言同薪金要求，甚至減少福利。Taylor 仲被指想考慮參考英國工黨做法。英國工黨雖然係偏左政黨，但近年都收緊咗移民政策，好似提高工作簽證薪金門檻、加強英文要求、引入電子旅行許可 （ETA）， 仲加快遣返非法入境人士。目的就係減少淨移民數字，回應社會對人口增長同公共資源壓力嘅憂慮。Taylor 想借鏡呢啲措施，令澳洲移民制度更嚴格，吸引保守派選民。結果黨內有人拍手叫好，覺得可以搶翻 One Nation 嘅票，但亦都有人搖頭，話咁樣會失去中間路線嘅支持。自由黨內部分裂就好似一場拉鋸戰，一邊要硬碰硬，一邊要守住傳統。再加埋經濟層面，澳洲央行最新報告話通脹仍然高過預期，經濟比半年前更強，搞到大家都估緊利率政策會唔會再有動作。IMF 都話澳洲經濟軟着陸，但係通脹壓力仲喺度。總結嚟講，呢兩日澳洲政壇就好似一個大舞台。Hanson 嘅言論係火花，燒到社會都熱烘烘。自由黨內鬥就係暗湧，仲喺度拉鋸，要唔要右傾？英國工黨嘅做法就好似劇本，俾人參考。我哋就好似觀眾追住睇呢一出政治綜藝。澳洲超市巨頭 Coles 誤導顧客 ，Coles 又俾人告。最近，澳洲消費者委員會 ACCC 入稟聯邦法院，指控 Coles 有個有計劃嘅宣傳活動，專登誤導顧客。原來 Coles 喺佢哋嘅當當減價推廣入邊，涉及超過200幾款日用品。ACCC 話 Coles 先偷偷加價，然後再話減價，結果所謂嘅優惠價同平時差唔多，甚至仲貴過原價。律師仲用 utterly misleading 同 illusory discounts 佢形容。意思係完全誤導同虛假優惠，咁樣玩，顧客以為自己慳咗錢，實際上可能冇着數，仲俾人呃咗個心添。案件一開，澳洲市民都好關注，因為 Coles 同 Woolworths 幾乎壟斷咗澳洲超市市場，市佔率好高。大家每日都要去超市買奶、麵包、米、油呢啲基本用品，一加一減，影響好大。如果連最基本嘅減價都唔可信，仲點安心？消費者信任一旦破壞，就算你再唱幾多次當當都冇人再信啦。其實唔止澳洲，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出現過類似情況，商家用先加後減嘅手法玩文字遊戲，令顧客以為自己慳咗啦。呢件事提醒大家買嘢要睇清楚原價，唔好盲目相信大大隻字嘅優惠。有時候
紅色減價牌未必真係抵買，反而只係心理戰。總結一句，Coles 呢一單優惠誤導新聞，唔單止係一場官司，仲係一個警號。消費者要醒目，商家要守規矩，否則信任破壞咗，超市再點宣傳都冇用。各位觀眾，下次見到當當，記住唔好連自己荷包都當埋啊！食物嘅浪費，垃圾桶都笑。澳洲人食嘢嘅豪爽，有時豪到垃圾桶都笑。去到超市見到有人推住手推車，好似打仗咁掃貨，肉類、麵包、零食、蔬果，乜嘢都有。返到屋企塞滿咗雪櫃，但係好多時候食唔晒，最後全部掉落垃圾桶。調查顯示，澳洲每年棄掉760萬噸食物，其中70%仍然完全可以食用。平均一個家庭一年浪費食物價值高達1500澳元，年輕人更加係浪費主力軍，每年丟棄超過113公斤食物，比父母輩高70%。換句話講，唔少人其實係用錢買垃圾。餐廳更加誇張，澳洲人食飯通常有一個壞習慣，食剩少少就唔要，牛扒食剩一半，沙律食咗幾啖，甜品都未喐，大家都覺得唔好打包，掉咗佢算啦。有人甚至覺得打包好似唔大方，寧願俾垃圾桶食埋。結果餐廳每日收台嘅時候，台面成堆好好嘅食物，最後全部落垃圾袋。派對同埋 BBQ 更加係浪費表演場，主人家一定要準備到超級到會咁樣，怕唔夠招呼朋友，結果就係台面剩低一大堆香腸、沙律、甜品。Party 完咗，大家拍拍屁股走人，垃圾桶就成為最大贏家。有人笑住話，澳洲嘅垃圾桶係第2個位，專門食人哋剩低嘅嘢。不過講到珍惜食物，澳洲政府其實都有訂立目標，要喺2030年前將食物浪費減半。仲有 OzHarvest、Food Bank 等社區組織努力回收剩食，分派俾有需要嘅人。亦有 NGO 搞教育活動，教人點樣用剩餘食材煮新菜。好明顯，如果你同我都唔知道，原來澳洲喺呢方面有做嘅嘢，即係話政府喺呢方面嘅推廣係失敗，又或者可以話根本就冇盡力。所以結果係唔好浪費，並未成為主流文化，豪爽即棄仍然係大部分人嘅生活習慣。打包文化唔普及，年輕人浪費比例最高，反映教育同社會氛圍仍未完全改變。如果將浪費嘅人塑造成一隻隻嘅大嘥鬼，社會上面嘅浪費一定可以減少。總結一句，浪費食物唔單止係環保問題，而係一種生活態度。餐廳食剩唔要，派對準備過量，全部都反映咗一種豪爽即棄嘅文化。雖然政府同社區有推動珍惜食物，但係未滲透到日常生活。垃圾桶依然係澳洲人生活中最忠實嘅食客。馬年運程逐個睇第4篇。馬年最需要注意嘅3大生肖：兔、馬、豬。馬年對屬兔、屬馬、屬豬嚟講，屬於要小心、要調整、要穩住嘅一年，唔代表一定差，但係要識得避開風浪，先可以行得順。兔喺馬年壓力較大，要學識放低。兔在馬年嘅挑戰主要嚟自心理壓力，事業方面容易覺得事多心煩，唔夠力。尤其係人際關係會比較敏感，建議兔喺馬年唔好硬撼，適合做熟悉嘅工作，唔好一次過接太多新嘢。財運方面要小心大額開支，唔好因為心情差而亂買嘢。感情方面容易胡思亂想，要多啲信任對方。健康方面記得休息，尤其係眼睛同睡眠。馬犯太歲，變動多，但係轉機亦多。馬喺馬年屬於犯太歲，即係一年入邊會有好多變化，例如轉工、搬屋、轉方向，甚至生活習慣都會變。事業方面要保持彈性，唔好太固執，變動反而會帶嚟新機會。財運方面要穩守，唔好冒險投資。感情方面容易有爭拗，要記得冷靜處理。健康方面要注意筋骨、腰背同意外受傷。雖然犯太歲，但只要肯調整，馬年反而係重新出發嘅好時機。豬喺馬年節奏急，要跟得上先行得順。豬喺馬年最大嘅挑戰係節奏太快，你會覺得身邊嘅人、事、工作全部都加速咗，令你有少少跟唔上。事業方面要加強時間管理，唔好拖延。財運方面屬於一般，適合儲錢，
多過使錢。感情方面要主動，唔好等對方估你想乜嘢。健康方面要注意飲食，食少啲甜嘢會好啲。嚟到呢度，我哋一連4集嘅馬年運程逐個講已經順利完成，希望你哋從中會得到一啲啟示。都係嗰一句，每逢農曆新年，生肖運程呢一樣嘢對我嚟講都係一種鼓勵。無論係點樣，我哋都應該積極樂觀，開開心心去過每一年。講到呢度，今集又差唔多到尾聲，我哋下次見。